安全問題，所以呢，可能我們要趕緊走了。所以上面的寶貝們一定注意安全啊！好，謝謝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我先介紹28獸。底土樂係28獸之一，屬於東方蒼龍嘅第3獸。底土樂喺古代嘅神話裏邊，象徵萬物皆治，主吉慶。你睇到太陽喺底呢個位置，我哋稱佢日前底獸昊天符，美貌堂堂出眾徒。呢一句美貌堂堂出眾徒可以翻譯成現代嘅語言，外貌俊美、儀表堂堂、出類拔萃嘅年輕人。如果逐個字去解釋，美貌代表容貌俊美、好睇；堂堂儀表端正、有氣派；出眾係超群同埋突出；徒係解徒弟或者係年輕人。成句係講某人嘅外貌同埋氣質嘅高度讚美，形容佢不僅長得好睇，而且氣度不凡，非常出色。可以講顏值高、氣場強，完全係人群中嘅焦點。